金西里大桥的音乐节因为疫情停办3年，今年恢复举办，伫5月初5迄暝正式开始咯。为即摆开始到9月初2，每一个礼拜5甲拜6的暗时6点半到8点半，下晡定期邀请到歌手甲街头艺人到西里大桥的广场来演出。 歌手伫咧台顶唱迷人的歌曲，大概观众是听甲啪啪啪。即讲是西里大桥音乐节开幕，邀请到真侪歌手来到现场表演，唱歌互乡亲听。礼拜5跟礼拜6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呢，会在大桥广场这边会安排不定时的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。西里大桥音乐节活动已经小连续办几啊档，乡亲拢真介意这个活动，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3年。 即摆是定举办，互民众拢真欢喜。这边的活动气氛都感觉很好，然后音乐也很好听，就是还不错。顶讲所讲，到9月初2、拜5和拜6，伫西里大桥广场拢会举办演出，民众若受邀，欢迎来遮欣赏看表演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